大家好，我係 Kelly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香港旅程嚟到第3日，今日我會帶大家由歷史走到現代，由文化走到東方之珠最迷人嘅夜景。第一站會去到文武廟，係香港最古老嘅廟宇之一，香火繚繞之中，佢亦見證住香港由小漁村一步步發展成國際大都會。之後我會去到香港大學，呢間百年學府充滿書香同歷史嘅痕跡，好多優秀嘅香港人都喺呢度成長，呢份底蘊亦塑造咗今日嘅香港。最後就會搭山頂纜車登上太平山頂，纜車慢慢向上，窗外天際線同綠樹交錯，到咗山頂，萬家燈火同維港交相輝映。由昔日漁火點點到今日摩天大廈林立，呢一幕就係香港最動人嘅故事。今日嘅行程會俾大家見到另一面嘅香港，由歷史文化一路走到繁榮璀璨嘅現代都市。